咁啊，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各位老師，咁今日咧5月22號咧就係我哋學校1年1度嘅水運會。咁呢度咧好多謝水運會嘅大會啦、東涌大嶼山呢個泳池，同埋我哋所有嘅工作隊伍啊、體育組。咁我哋每年咧水運會咧都安排咗好多小朋友係去參加呢一個運動項目啦。咁呢個運動項目都係強身健體啦，亦都係有益身心嘅。咁亦都安排一啲同學一齊去觀賽。咁今日呢一個時間呢，都係天氣都非常適中啦，比較清涼啦。咁呢度呢，都欣賞所有同學仔而家都準備當中，有好多做熱身啦，嚟緊一陣參加比賽。咁呢度呢，都祝願佢哋有一個好嘅成績啦，同埋一個堅毅嘅精神，去繼續完成所有嘅賽事嘅。咁最後呢，都係將成個嘅水運會呢都交託啦，交俾神嘅帶領，可以完美完成嘅。我同咗幾個一齊參與嘅同學一齊練習，互相打氣。遇到困難嘅時候，都會一齊討論同解決嘅方法，令我進步咗好多。我增加咗每一個禮拜嘅訓練次數，並且特別針對我自己嘅弱點，例如跳水咁，我練習咗好多次。我同自己設定咗一個目標，就係要突破個人最佳嘅成績。比賽之前，我會做啲深呼吸練習，幫助自己放鬆心情，減輕緊張嘅感覺。我知道我嘅玩手動作唔夠好，所以呢段時間我特別針對玩手動作進行咗練習，希望喺比賽中可以有所改善啦。聽到場邊嘅同學好大聲為我加油，俾咗我好大動力，讓我喺好攰嗰時都堅持游落去。衝線嗰時特別興奮啊！我覺得自己嘅表現都幾好，游出比賽之前設定嘅時間，甚至快咗少少，好開心。我覺得咧，我呢次表現麻麻地啦，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啦，例如隻手畫得唔夠大啦，推得唔夠快啦。不過呢次咧，都係一次寶貴嘅經驗，我下次要知道點樣改進啊！真嘅好攰啊，但係完成比賽之後嘅感覺真係好好啊！我覺得我自己發揮咗平時訓練嘅水平，每一滑都用盡咗力，係好值得啊！喺最後25米，我用盡全力衝刺，成功超越了原本領先我嘅對手，率先掂場。呢種反敗為勝嘅感覺真係好正啊！我比賽嘅時候好緊張啦，所以我嘅起跳速度就慢咗少少，影響咗整體發揮。不過可以順利完成，我都好開心啊！你好，我想問下你頭先你嘅第一名啦，有咩感受啊？我覺得好開心啦，因為我今次喺50背泳攞咗金牌啦，同時我為呢一個比賽亦都花咗好大嘅心機去練習啦，所以先會得到今日呢個金牌嘅肯定。同時我亦都希望喺下個星期4嘅學界賽入邊可以比今日嘅成績快。好多謝你接受訪問。